伤口又裂开了。疼吗？疼。可算说实话了。今天的事，你就没有话对我说？今天，多亏殿下前来救了我，要不然我就被贼人杀了。谢谢你。碎心谷大势已去，已经威胁不到我们了，你尽可安心。那我就放心了。他们竟敢闯进太子府，迷云守卫把我带走，太猖狂了。以后有我在，你不用怕。好好休息，我不打扰了。太子究竟如何得知碎心谷的位置？难道二皇子其实是太子的人？你说的没错，他对姑就是不愿心软。殿下，您跟他明说了，都说了。姑已经说得非常明白了，他一定听得懂，但他就是不愿意回应。但凡他愿意跟姑说一句话，姑就……哎，殿下，来这里做什么？姑之前情急之下搅了碎心谷的老巢，以他的才智，马上就能反应过来，姑是如何得知碎心谷位置的。殿下，累不累？你二位这日子过得高手过招，招招毙命。哦，太久没办了，姑像吗？不行，不太像。二殿下没有这么矜持，应该更加的孟浪一点。孟浪？或者您就等太子妃来了，直接告诉他，您就是太子殿下，早就知道他是碎心谷的人。不行，这件事要让他先放下顾虑，开口，姑才能指明。不然以他的性子，只有两种后果：恼羞成怒，直接一刀。若真是这样，那还好，就怕他直接跑了，消失于江湖。殿下，您现在的想法很危险，真的。嫂嫂，几日不见，怎么如此狠心啊？嫂嫂，你没事吧？我只是担心你寝食难安，情难自抑而已。还请二皇子自重些。嫂嫂，你真的好绝情，我是真的很担心。该不会你对我皇兄有意思？我没有。你没有？我且问你，碎心谷的位置，太子殿下为何会知晓？我皇兄自然有他的情报网。那我如何知道二殿下没有与太子殿下勾结？信不信由你。我早就提醒过嫂嫂，我那皇兄不简单。我不信你。
我们以后不必再见面。嫂嫂，哎，他心里真的有我。殿下，你能不能别笑了？我有点害怕。多宾，我在。我该怎么做，才可以让他卸下防备，向我坦白？属下斗胆猜测，这事归根结底是因为太子妃缺一样东西。什么？安全感。殿下有所不知啊，这两人谈恋爱就像是打牌，这告白交心就好像是交出底牌。越是聪明的女人，越不会主动告白。讲重点。哦，所以，在没有得到确认心意之前，没有足够的安全感，他是什么也不会说的。安全感。房子，我娘说了，千金万银不如房契。阿月一生漂泊无所依，对他来说最重要的，就是一个居所，还有家人。殿下，您从前可从不研究女人心思啊，满心都是家国大业。我看你倒是颇为了解女人心思，怎么，有心上人啊？殿下，你就别拿手下说笑了。我这一颗心，可全都扑在您身上。你还是收收心吧，姑心里已经有人了。这边。真好看。这个东西怎么射啊？啊！给我看看，没受伤吧？箭头没有开刃，伤不到我的。吓死我了你！不是，你怎么又不开刃？这种拿出去多丢人啊！虽然它没有开刃，但是只要射得准，威力还是足够的。什么？有没有人和你说过，你长得真好看？郡主，太子殿下到了。看来我还真没找错人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莫名其妙笑什么？小姨妈，我有一事相求。你叫我什么？郡主，太后是不是赐给过你一座别院，三面环山，地处交界，幽静避世？太后疼我，那个院子啊，号称陈京最安全的院子。卖给我吧。为什么？就当做是我交出来的第一张底牌吧。你都听见了？连太子哥哥都开窍了。沈墨，你什么时候能把你的底牌交给我呀？你个不张嘴的闷葫芦，不理。14岁那年，你从几个皇族手中把我救下，从那时候起，我就没有底牌。这里以后就是你的家了。陈月别院。进去看看吧。
姑早就想说，太子妃的功夫不错，花拳绣腿比不得太子殿下。我来陪你练练。不必了吧？在我面前，你不必隐藏自己，做你自己就好。这才是。卷起一场涟漪，回奔到花开香满地，雪落发梢唱一曲，再为你抚琴。你没事吧？没受伤吧？你故意的，诓我。你担心我受伤？你是太子殿下，你要是受了伤，我罪过可就大了。是，太子妃罪识大体。太子殿下身体康健，不会自己爬不起来的。这是夜来香，也叫月见草，好看吗？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花，所以就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布置。你为什么会喜欢这么普通的草？无论环境多么恶劣，它都能生长、绽放。阿月，月见草，它是最坚韧的花，它并不普通。我还喜欢它，虽然只能守着月亮，藏在夜里，但是香得痛快，开得漂亮。主上，恕属下无能，月见被太子劫走了。无妨，我另有办法。5日后，让月见引太子到柳坊的天字1号房，我自有办法让他身败名裂，死于民心。至于月见，起了异心的道，不宜再用。借机会除掉吧。是。
姑姑这是何意？太子差点灭了谷中满门，你在东宫过得倒是滋润。太子那日找上门，确实不是我透露。我当然相信，不过月见啊，这口说无凭，你得证明给我看。如何证明？5日后，太子会约人在柳坊见面。到时候你要想办法将他约到天子1号房。就这样。就这样。姑姑也不想看见你痛苦。这是这个月的解药，别再让姑姑失望。慢点。闪开！你撞了我们郡王，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太粗鲁了！这位美人，赏脸陪大爷我喝一杯啊！是东瀛国的。爷，干嘛？时辰到了，还有多远？这边是。让他们等着，等老子带个美人过去。哎，人呢？人呢？我，你连人都看不住，你做什么事呢？带路！啊，行。是他，他们想诬陷玉妃宸私会东瀛郡王，通敌叛国。哎呀，你又来早了，谢皇叔。哎，娶了媳妇就忘了你七叔了？不敢。你我叔侄二人有多久没在一起喝酒了？嗯？哎呀，坐。哎，酒菜已备好，咱们爷俩喝一杯。好。哎。太子殿下，今日可是为你备了场好戏。好酒。太子妃，小杜，果然浓情蜜意啊，一刻也不能分开。还不去瞧瞧？那七叔稍等。太子在里面吗？在。啊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买柳叶酿啊，这么巧殿下也在。想喝酒怎么不派人过来买，自己还跑一趟？有些事还是自己做比较放心。既然都已经买好了，杜宾送到回府吧。是。啊，不用，我自己回去就行。这可怎么办啊？小杜，我在。殿下可还有别的衣服？马车上备着另一件衣服，我这就去拿。太好了，我陪你去隔壁换吧。走吧。
走吧，衣服来了。你换吧。那你呢？我当然是去外面等你了。地方不错啊。酒也不少，喝点。哟。就是他。呀，小美人儿，换了件这么漂亮的衣服呀！好巧啊，公子。哎呀，讨厌。大人，大人，死人了！死人了！快追！将太子引到天字1号，任务已经完成。接下来发生什么意外，可就不怪我了。